新聞一開始繼續來關心到這中聯油脂的油驗出到這致癌物的問題。檢方呢，含這是藥署的調查小組，今早去到廠區檢視，要來釐清這事故原因。衛福部調查也發現講，中聯油脂對去年開始呢，把這黃豆的劣酸商驗收標準放零10倍，才有可能會造成這苯偏比超標。那檢方呢，也去廠區檢視了後，也隨來公布到這檢驗合格產品。有19批對即馬開始呢，會當重新來上市。不過衛福部也強調講，若准業者有延後通報或者是唔通報，這罰的錢呢是對300萬，即馬要有關到罰3000萬啦。油品苯偏比超過標準的前期咧均價，佇台中的中聯油脂工廠一早起8點外。道檢方甲小署獨立調查小組過來廠內檢查，按算一禮拜來完成調查。中聯進前才被發現暗含部分的油無確實通報日期。即馬個調查結果指出，中聯會自2015年開始，都放零黃豆原料驗收的標準。豆子呢，因為燻蒸沒有辦法那麼均勻，燒了之後呢，會超灰搭一樣，所以100顆豆子裡面呢，有0.5顆，就1000顆有5顆以下。原來0.5%，後來運輸標準他們調整成5顆以下。鄉志公指出，台灣在2016年4月到即馬了後，買黃豆啊，主要是巴西來，因為濕度較懸，黃豆採收了會先用混蒸來保存。業者將黃豆的損傷率標準為0.5%，放零10倍，就可能和苯偏比超過標準。會按照這個事件的風險評估、涉及層面跟它的影響程度。那麼來這個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揮中心。邱宗龍表示，針對跨轄區的食安事件，會比較疫情時期開設食安事件指揮中心，同時對外發布信息，避免中央各地方無共調。廠商若發現產品有記錄，煞延遲通報甚至知情不報，罰的金額上限也會即賣300萬提懸10倍到3000萬。從這一個食品的下架。預防性下架，它的範圍、程序，以及呢，在這個原因消失之後的處理方式，包含銷毀，或者是已經是確認安全的預防性下架商品，如何重新上架？那麼這個我們也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，會再把它融入進去。衛福部公告全面檢驗部分已經在20個縣，除了已經查7批無合格油，加另外1批外銷無檢體，會維持全部明確價格，啟動消費定數。檢驗合格產品甲加工製品有19批，應馬上個重新上架。衛福部強調，處理食安事件會遵照源頭控管、和平回收2大原則，進行明確規範，讓各縣市有同款的標準，應照咧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